这就是我逐工伫咧拜的神圣。你有这个保庇无？你啥人保庇到互阮安尼家破人亡？我努力无路用，我规矩！阿夫人，阿姐妹，阿夫人，阿姐妹啊，阿夫人啊，夫人啊，我来啦！这你犯了滔天大罪咧！滔天大罪！有啥人害咱的家无人亡的人，伊无罪咧。哎呦，夫人啊！夫人啊！奇怪，规片的结婚霜我拢求找过啊，是安怎拢无可能安婚草咧？敢讲有缘师傅伊会骗我？金色的花草，敢讲这就是安魂草？万青，是你。刚才我及时赶到位，若无你但是摸到魔界的含潭冰水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魔界？祖兄，你知影伤准？小青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我是来这找安魂草。安魂草？是啥物人甲你讲叫安魂草？这你唔免管。就算你唔讲嘛，无要紧。不过，我知影你会安尼做，一定是为着某人。这是我的代志。对啦，我请问你，这是毋是就是安魂草？无唔对，这就是安魂草。不过，我若是要甲你讲安魂草的秘密，就算你摕到安魂草，嘛是无路用。秘密？安魂草到底有啥物秘密？其实真简单，只要有无魂之人用伊的掌心火滴在这安魂草顶头，这安魂草都会有效。无魂之灵啊！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只要挂我手中的火，伫个花草顶头，就是安魂草？无唔对，也毋过，你敢有迄个胆量咧？这就是乌色花草，安魂草。我连表遐要求，多谢你。叔娘，安怎？真后悔？我有啥物通我后悔？我看会出来，你已经在食醋。你莫伫遐乌白讲。有人说，无分人，你看安魂草，真是安魂草。施主，你虽然是无魂人，也毋过你去摕安魂草来安别人的魂，那安尼你真正是一位安魂之人。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？我无啥物。师傅，我麻烦你照顾无人表演。这我知影啦，你免烦恼。我来要了无毋对，你一定是小青的哦。你千万唔通甲伊讲，我先来走。小青，小青啊！这个小青看起来，那敢若受伤真重，心肝内阁真侪心事咧，哪会安尼？我还是先来照顾无人。
是？紧个做分担互我。好啊，我会当互你做。杨哥，你实在是真无听话呢，叫你时间到都爱转来。你非得要等到运票拢要散去啊，才要转来哀求我。谁人知影？到时哦，你药仔若食了，又搁甲阮的话当作是马逆东风呢。你废话莫讲遐尼济好嘛？只要你互我解药，你来我做啥，我拢答应你。啊，你即摆讲这话意思，是讲无论阮叫你做啥物，你拢袂反悔是？对，只要你莫叫我去海宝莲表演，剩下我拢答应你。你放心，阮绝对袂去害无你。而且啊，我要搁叫你家己成亲，做阮等你遮，紧接。即摆你应该知影，将真要分灰魄散的滋味啊吼！以后你若是无乖乖听话，伊要啉的苦汤还阁真多。恁到底爱我做啥？你就直接讲。为撇石坊内迄个和尚非常的可疑，我要你去甲伊的底细调查清楚。伊只不过是一个和尚，伊感觉你有冤仇，叫你去你就紧去。莫点遐啰嗦。小青，其实我这个要求并无过分，而且你一旦若是去到撇石坊，会当见到无咧。敢讲，这毋是你最大的心愿？这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费心。主兄，你想，迄个和尚会是啥物人？敢会是无解人？这真歹讲。不过，伊上好毋是，若无，就毋通怪我心胸手热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你。夫人啊，那安尼药啊拢吃到对涂骹啦。这是什么药啊？若好的药啊，一贴两贴就知影；也若歹药啊，食规面汤也无较蛇啦。夫人啊，这药啊到底是去倒贴啊？有效无效？我嘛唔知，这是阿凤师开的药啊。会好袂好，我上知影啦。迄药啊，若较好吼，是啊，那我安尼身体安尼一天比一天较歹啦。夫人，这唔是滚酸笑呢？啊！我问你咧，你买这药啊有头光点来有歪果无？老实讲哦。你若讲这什么话啊？我住伫埔口咱遐尼久啊呢，若要在生的时候嘛别甲我讲这款的话，你哪会甲我讲安尼啦？哎呦，我讲你无欢喜嘛？我是总管啊！讲你两句话尔，甲应该规副车啊，足无站在哪里啊？你即摆讲这什么话？你根本都黑白讲啊！哎呦好啊啦，你莫冤啊啦，你还有我的存在无？我家的人吼无事了了啦，起码要有我伫咧啦。夫人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莫生气啦吼。好啊，下家手来，一个拢走。你若要走哦，我也袂留你。这夫人，免叫啊啦！头阮阿姊讲我朋友我听无晓啊，像你这款咬印嘴印字的下骹手人哦，阮无客欠啦。好啦，既然搬家莫搬留我只回来我的故乡。
夫人，我以后袂当搁甲你风台，你家己都好好保重的。莫在搬戏啦！你走就要走啊！我就紧赶快走啦！一个拢走，无甲赶在眼内，也无关心我的身体。姐，好啦，甲你讲，即马你著了解，吼，要是咱家庭的上好，别人拢靠袂住啦。你想看觅，姊夫在生的时啊，只敢请遐和尚念经拜佛啊，结果咧，啥款？哈，伊明明是好遐和尚啊，念经甲念死啊！我一世人，甲恁姊夫食菜，行善报善。恁姊夫嘛来过身去，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较虚弱。姐啊，我早来讲啦，就无需要食菜啦。迄食菜吼，身体是愈食愈歹啊，你就是安尼的啦。你在讲这是什么意思？姐啊，你想看佮转食菜，迄营养毋敢有够，你要食一下肉。你像我食肉食到大口背用什么啊？爱食肉身体才会用啊！我即马想到啊，我灶骹吼都控一点肉蹄的，我放上来互你食，你食了你就知。嘿嘿姐啊，气味袂歹吼，好食吼。袂歹，袂歹，气味真好。你啦。这是什么吧？这啊，这就专工去哦，隔壁庄哦，掠些黄狗来抬呢。安怎啦？你那掠狗无我食，你会死啊！哎呦，姐啊，你嘛莫安尼笑死人，我大声小怪。狗肉啊，狗肉嘛是肉，猪肉嘛是肉，对无？啊，开伫四骹拢要互咱人食啦，你去他。哎呦，姐啊！哦，你食迄碗狗肉了，规面是拢白，哦，气色加老好，红火赤字啊！你有感觉人有较精神、较元气无？我早来甲你讲，这狗肉偌补的呢。敢有影？少爷一寡工课，我话你破坏了，害到我凄惨落魄。我要报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唔通过来，你唔通过来！我要报仇，我绝对要报仇！拿命来吧！我若爬袂起来，我若袂叮当呢？拿命来吧！我的主强主力嘛，做人你。救人啊！我好等你将手放开，将手放开，你放开，你给我放啊！你给我放开啊！你给我放开啊！老连啊！师我知，你有搁去看到迄个无应该看的物件吼？师傅啊，我坐袂落去啊，是安怎你偏偏就叫我倒遮坐禅呢？每一回我若坐伫遮，目睭若起来，我就看到迄个精仙苦白瞳，我实在恨袂当好食伊的肉，啃伊的骨，也毋过我阁无法度，实在足怨叹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咱人啊，总是有这个喜怒哀乐啦。也毋过吼，尤其是这个无明火吼，定在扰乱咱的心啦。所以讲吼，人定拢找无一个自性啊。我则无爱找什么自性呢？我干那要报仇。师傅，我要来去报仇。若要报仇，莫叫师傅，叫有缘就好。哎呦，这个世间吼，安尼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啊，你也看嘛，像你这种人啦，也会甲人牵连落去咧过这落安尼抬抬杀杀的日子。万一吼，你若是出一个什么意外咧吼，你是会对不起迄个无分人哦。无分人？是啊，好佳哉吼，人去找到安魂草，你这个小病毋知医会好，还是讲原来无采工啦？你即摆这个福寿病吼，我医你袂好啊。师傅啊，迄个无分人到底是啥物人啊？哎，毋免管伊是啥物人啦，若有缘千里就会来相会，若无缘是对面也袂相逢啊。吼，若有机会搁再见到伊，我一定要好好啊报答伊。阿妈讲，伊嘛是我的救命恩情人。对啦，师傅啊，我想要转来去厝的一转。无用啊，无用啊，无用啊！哎，这个苦逼通啊，一世过即摆拢咧找你哦。你若转去，毋拄啊好自投罗网。苦逼通，苦逼通，你害我不浅，这个仇我若无报，我木然就枉费我来这个世间呢。木然啊，照我安尼甲你看起来吼，你即摆是心性大乱哦。师傅啊，假使讲换做是你，你敢无想要报仇？伊害阮一家伙啊，又搁抢走小青，这件冤仇，我一日也无躲，我的心肝永远都袂平静的。我看吼，我咧讲的话吼，你根本就听袂入去啦，若要讲到你捌吼，我喙手就好拍夹啦。好啦，你安尼声声句句就讲你要报仇报仇啦，你咧坐禅的时阵啊，你看到迄个苦逼通安尼骹手都皮皮抓，你是要报什么仇？我已经拢想好势，若搁互我撞到伊，我一定要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一定要一刀就将伊刣死。是你，10天的时间都还袂到，你竟然会主动来找我，真是使我非常意外。我是有代志，想要来求你。哦，是有啥物代志？我求你放过无林表现好，已经捌笑过，即阵佢的脑海内拢充满着仇恨，你莫搁再害伊啊，好？哼！我甲伊的代志，你是袂当了解。就算无咧，死100摆，死1万摆，也无可能解消这道仇恨。我求你，只要你若肯放过伊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。真实的。假使讲，我若爱你答应我的婚事。你是咧创啥？小青，你甲我详细听清楚。就算我会当放过无你，苦逼通嘛袂放伊煞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阮同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，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情。
做一个你。